下一位啦，陳志全議員。我都同意係幾嘥時間。嗱，而家我哋已經有公平及平等對待原則呢個指引，但係真正去運作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困難嘅。嗱，文件第11段話，今次2012嘅選舉收咗237宗嘅投訴，咁而家都大半年啦，真係處理到投訴成立嘅只有1宗。我想開下眼界，知道呢宗呢究竟係邊個傳媒犯咗啲咩錯，係唯一一單呢係會係即係入到罪嘅，其他嗰啲呢係都入唔到罪。另外呢，我想睇翻第8段，就係呢講指引亦明確列明公平及平等對待原則不適用於非與選舉有關嘅節目。候選人名單可以嘉賓身份參與，但其參與必須切合節目主題。好，第一個問題係，咁如果係醫學節目，即係話個候選人醫生，係咪佢都可以繼續日日做嘅呢？喺呢條第8條嘅原則之下。第二呢，要定義咩叫選舉有關節目呢，係非常之困難。即係如果係選舉論壇，當然冇問題啦。新聞部製作嗰啲咩新聞透視都冇乜問題。但係如果節目部製作有啲可能係game show 遊戲節目或者係綜合節目，我自己有個咁嘅例子，我都投訴咗嘅，但係當然係唔成立啦。咁我今日唔係想翻案，我只係想舉例啫。就係商台晏晝有一個綜合節目，咁佢就打電話去俾所有新界東嘅候選人，就問佢哋知唔知個龍尾泳灘喺邊。咁佢打第一次打唔通呢，就話你唔接電話就喺個節目度踩你啦。哇！點選議員啊？即打電話揾唔到你，第時啲選民有事咁點樣揾你幫手啊？咁樣跟住第二日俾佢揾到啦，揾到我，揾到田北俊咁，但係田北俊呢就講咗10幾分鐘，我係講10幾秒就收線㗎啦。咁最後呢係唔成立，因為呢個係非與選舉有關嘅節目。咁點樣去定性係咪同選舉有關嘅節目？係佢自己定性啊，定係點樣呢？另外呢，其實喺一啲選舉論壇嗰度呢，我都發覺一啲問題，就係主持人去設定嘅題目嘅時候呢，係有一個唔公道存在。譬如有啲候選人呢，係咪一啲資料性嘅問題嘅，即係話會答啱答錯嘅，即係你答錯咗唔識，咁就會樣衰啦。即係我問你呢個新界東北發展係邊3個地區，咁樣平斜你答咗和斜，咁啊即場出醜啦，有候選人。但係有啲候選人呢，佢就係答啲意見分享嘅啫。你覺得而家個老人問題呢，有咩值得改善啊？咁呢啲佢就冇話啱錯嘅喎。咁呢啲又係咪可以規管到呢？係。李主任，係咪請你回應一下？多謝主席。咁陳議員有3個問題啊。第一就係嗰237宗裏邊呢，而家我哋調查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㗎啦。咁237宗裏邊呢，而家我哋見到有1宗呢係涉嫌違規嘅情況嚇。我諗個別個投訴個案我就不方便喺度透露，但係我諗就咁你呢個資料有冇公開㗎？點解不方便？個資料唔會公開嘅嚇，因為呢個我哋唔係呢個係個別嗰個投訴，我哋處理咗，會答翻個相關嗰個投訴者啦。咁但係嗰個本身個個案內容咧，我哋唔會公開。點解唔公開咧？但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就話個案本身個細節我唔會講，因為牽涉好多個人資料裏邊啦。另外咧就係個案本身咧，其實係一個技術上嘅違規，因為基本上咧根據而家我哋指引就話，如果當你報導一啲同選舉有關嘅資料嗰陣時候咧，你要報導翻所有相關嘅界別或者選區所有候選人嘅名稱嘅嚇，大家都知道有呢個規定喺度。咁喺嗰種個案裏邊咧，有關嗰個廣播機構咧係冇將所有候選人個資料係報導出嚟，咁純粹呢個我覺得係唔小心技術上犯規，咁所以我哋只係提醒翻佢以後要小心都要做翻呢方面嘅規定嚇。咁第二個就係牽涉到就話而家文件裏邊第8段有關就話邊一啲係一啲同選舉無關嘅即係一啲節目咧，咁其實呢個我覺得應該係一個事實嘅判斷嚟嘅，即係要睇翻嗰個節目裏邊佢講嘅內容係咩，一個性質係咩嘢啦，然後先做一個判斷，呢個係咪屬唔屬於同選舉有關嘅節目？咁喺以往嚟講，其實你話係咪一啲候選人，如果佢屬於某一個專業嘅，佢喺個選舉期間，如果個專業裏邊有啲活動去出席嘅，佢咪完全唔可以出席咧？其實我哋好多場合都講嘅就話，呢個唔係必然嘅嚇。因為如果譬如嗰個場合或者個節目裏邊係同佢嘅身份係切合嘅話咧，因為你見到我哋喺個指引裏邊第11.3段都有講就話，有關個節目如果雖然係同個選舉無關咧，但係嗰個候選人如果真係要出席，以佢本身佢喺個專業裏邊或者佢自己本身工作嘅身份出席有關節目嘅話咧，都要必須切合節目個主題嘅。
咁譬如我當一個譬如啦，譬如真係有一個主席容唔容許我再繼續？係可以啊。嚇，如果譬如真係有個醫生，佢係喺傳染學嗰度係一個權威嚟嘅，喺香港即係數一數二嘅。如果真係當時係出現有一個疫症，係需要某個節目裏面需要某個專家係出嚟講解一下嘅，咁我覺得唔會因為呢個醫生係可能喺當時已經成為一個候選人，係唔俾佢強硬或者話你唔可以出席任何呢類節目。我覺得呢個就未必係合適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喺指引裏邊都相當清楚，就話如果你同個選舉係無關，而係切入你自己身份嘅話咧，而係你即根本上係有必須性一定要出席呢啲節目嘅話咧，其實我哋容許嘅。咁當然我哋都要相關就話喺而家個公平平等對待候選人原則下邊咧，你其實任何機構都唔可以唔合理地俾一啲唔公平嘅宣傳俾某啲候選人嘅。咁呢個喺選舉管理委員會喺考慮每一宗投訴都會睇埋呢個角度嘅。咁至於第三就話主持人提嘅問題，就正正我哋想聽聽議員意見啦。咁當然啦，頭先黃毓民有提過就話，我哋其實而家提呢份文件呢，我哋冇任何預先設立嘅立場嘅，亦都冇任何具體建議喺文件裏邊嘅。大家睇到啦，因為其實而家個指引呢，其實我喺2011年區議會選舉之前呢，其實我哋做過公開諮詢先訂立出嚟嘅。咁我哋每一個裏邊嘅指引呢，其實都要建基於社會上嘅意見。咁所以而家其實就話，我哋唔係話覺得而一個指引有問題，亦都唔覺得就話而家我哋有38宗嘅投訴就一定有問題。呢個冇必然關係，我同意。但問題就話，我聽過有啲社會上有啲意見就話，而一個指引喺實務上規定得唔清楚喎，或者係其實喺選舉論壇裏邊呢，真係出現一啲唔係太過好嘅現象喎。咁我哋覺得係值得拎出嚟聽聽大家嘅意見。如果大家有意見嘅話，我哋會拎翻去選舉管理委員會考慮。到時都會有個公開諮詢嘅，咁所以社會上任何持份人士咧，持份者都可以有機會去發表佢意見。咁最終我哋會考慮翻晒所有社會上意見，先會訂立最終嗰個法律嗰個活動指引嚇。